大家好，我叫史清源，我来自中国，目前我是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系的博士研究生。我热爱新闻报道与视频剪辑，目前我是中白融媒体中心的负责人。在从莫斯科国立大学硕士毕业之后，我了解到白俄罗斯是世界上人均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，而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是世界上排名最好的国家。而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是世界上排名较高的最好的大学之一，而且它采用俄语教学，所以我想体验白俄罗斯的教育和人文风情，所以我选择了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就读。白俄罗斯国立大学融媒体中心始建于2021年，它标志着我们中国和白俄罗斯教育融合的重要一步。它旨在培养专业的记者，并为我们新闻系的学生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实践平台，以便他们能够在这里实现自己的专业素养和实践技能。对于想加入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的学生们，我想对你们说，白俄罗斯国立大学不仅有着优秀的教学设施，也有着优秀的教学氛围。我们欢迎你来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学习，只要你足够努力、足够优秀，那么白俄罗斯国立大学一定会是你成长梦想的摇篮。